出现眼眶的议员朱正轩伫总结顺身体眼眶清洁队的人力、车辆甲路线严重不足来清明。因为眼眶已经是台南人口数上侪行政区，人一济相对交通问题嘛对得来，所以长远来看，眼眶铁路地下化兴建已经是拍通任督二脉关键。你到底进度如何？永康铁路地下化，这是咱市民朋友上重视的一个议题啦。打通任督二脉，它可以消除我们现在所有都会塞车的一些隘口，包含路桥，包含我们的平交道。而且我们现在很多一些交通的问题，包含我们侧车道，现在已经打通到中正路，要再往北延，这个可能是公务局的部分。然后还有水利局的话，是我们的这个中正路的淹水，我们有办法进一步的把它排进鸟松中排，不会让水都淹在我们的中正路啊，以及说我们的这个。地震局的规划的部分，就是我们的永康车站的北侧重划区，如果地下化了以后，也可以跟原来的社区做一个比较紧密的。所以想要先问一下我们的王局长，我们铁路地下化目前的进度，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有一个让我们可以，例如说已经完成发包，可以开始施工，这些计划我们目前有没有办法来跟市民做一个报告？跟你做报告，目前地方的工作是做可行性研究的规划。那这个规划报告我们已经交通部也审完，那目前已经送到了国发会，因为最后要在行政院核定。那国发会也请中央的各部会大概看的报告给我们一次意见，我们也修完了，在今年3月也都送到国发会，目前就在等候国发会做最后的审查跟核定。是在中央嘛？那如果审查核定过后，我们的工期大概要多长？可行性研究完成之后，接下来由铁道局、交通部铁道局来办理综合规划。那个时候才会比较详细的去讨论，这个它所有的土地的取得啦、范围啦，后面的这个办理的方式。那综合规划按照过去经验，大概要执行1年半到2年的时间。除了铁路地下化，眼眶另外一个先进交通的需求，就是以大桥为优先路段台南捷运南线。议员进一步了目前的进度，得到是今年中央拿核定115年地当动工的消息，及捷运的规划，嘛看下捷运工程处的人力编制不足，要求提早营业。人行道还有停车的空间，还有它周边的商场、商区、商圈要怎么规划，其实它都跟我们这个捷运的规划会息息相关。那我们的人力如果不足的话，我们就算这个上面有一些府城在做整合各局处，但是实际上到基层在执行的时候，执行人力不足的话，很多我们的意志是没有办法贯彻的。所以局长务必要把这个捷工处的人力编制一定要补足，因为捷运工程对台南来讲真的非常的重要。台南捷运的兴建运作，议员嘛提出日本甲韩国发展的经验，提供市府参考，希望做到上好。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。